各位爹哋媽咪，開學進入倒數階段，又係時候為開學做好準備，迎接新學年。佢今年升中一，開始有自己嘅想法，揀衫都會想舒服得嚟又好睇。今次同囡囡一齊開箱，睇下有咩返學換季都啱用嘅單品。開學又點少得全新嘅白襪同打底內衣褲呢？囡囡大個啦，開始需要更貼合成長階段嘅內衣。Arison 系列內褲同埋成長內衣都係我推介。觸感順滑柔軟，幾乎冇存在感。彈性布料可以貼合身形變化，而且着淺色衫都好安心。除咗貼身衣物，返學日日都要面對課室冷氣，好怕小朋友一冷一熱，好易攝親。所以外套都好重要㗎，隨身帶備一件 Souffle Young 針織外套，開胸外套，冷氣再大都唔怕冷親啦。見到大人款簡型牛仔褲喺近日好流行，囡囡都話想試下。立體弧形輪廓，簡單配 T 恤或者 hoodie 都好有少女感。竹竿機能衛衣款都襯到少女風。日常返學放學去公園都啱着，洗完亦都好快乾，媽媽都好輕鬆。返學衣物唔只要舒服，仲要配合到佢開始長大，想有自己風格嘅階段。Uniqlo 由貼身衣物到外套、褲款都一次買齊，家長們而家就可以準備開學啦。